好，请问爱攀你嘛介？还是我上爱食了3本书。好，你介食书前食爱一下。好。这3本书已经登记好势，12月24号到期，要记得完书哦。好，是梦。我到介图书馆有 App 做得使用，你做得翕一下来看。係講唔記得完書嘅期限 ，App 底部未看得到。是在动里片，是夢。看了請緊貼，了下按你先來認識一下，記著重要嘅意思。大家記得愛聽你眼麼？辦理、辦理，假書證、借書證，假愛、借我，圖書館、唔記得，忘記，完書，還書。接下來我們來學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你嘅假書證將愛閱下，你嘅假書證將愛閱下，你的借書證借我一下。你嘅假書證，你嘅假書證，你的借書證。假愛借我，閱下一下。你嘅假書證將愛閱下，你嘅假書證將愛閱下，你的借書證借我一下。12月24號到期，要記得完書哦。12月24號到期，要記得完書哦。12月24日到期，要記得還書哦。12月12月24號24日到期到期，要記得要記得完書哦，還書哦。12月24號到期，要記得完書哦。12月24號到期，要記得完書哦。12月24日到期，要記得還書哦。我到介圖書館有 App 做得使用，我到介圖書館有 App 做得使用。我們的圖書館有 App 可以使用。我到介，我們的圖書館有 App 有 App 做得可以使用。我到介圖書館有 App 做得使用。我到介圖書館有 App 做得使用。我們的圖書館有 App 可以使用。好，以上係2則單元所有嘅句型，記得咯，愛多練習咯。